每当岁末年终一节，创世、临安、华山基因会拢会联合举办韩式吃饱30办桌买艺。这个爱心活动已经连续31档毋捌停过，但今年因为受到新冠肺炎的影响，为了配合政府防疫政策，这个联名决定将今年买艺办桌停办，改为送物资的方式。今年比较特别，因为疫情的关系，那所以我们就直接送到家里面。全台有2万个个案。那所以呢，要动员非常多的义工，还有我们的物资。那谢谢 Toyota 这一次特别的响应这样物资的一个输送，让我们非常的温暖。也因为疫情的关系，基金会物资募集状况无好，知名车商业者知影这个情形了后，就号召同仁做伙响应创世基金会植爱树的活动，希望会当达到校正营业效果。在我们副总陈忠豪先生的大力支持之下，让我们今年整个公益活动来做一个提升。我们今天有跟15个机构已经办到25场以上的活动。那也这其实也包含到整个寒冬送暖爱心便当，帮他捐血活动600袋以上。那这次活动希望也来利用这次的机会来做一个抛砖引玉，让各位唤起大众来对这种活动这种回馈社会的一种大活动大家来参与，一起来共同参与。除了车商的帮忙，东区威斯康星幼儿园也由园长邱世荣带领幼儿园的小朋友现场捐出1万块的善款，用来帮助徐不灵的照护经费，用实际行动来关怀弱势族群。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